乡亲啊，你对非洲是啥物款的印象呢？台湾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面积无到台湾的一半，嘛是世界上上散车的国家之一。华视采访团队前进非洲，探访史瓦蒂尼偏乡的部落。果然，当地水电、粮食甲生活物资拢真欠缺，更加毋免讲囡仔要读册。来自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跨过1万多公里的距离，亲近非洲，建立育幼院甲学校。嘛结合着各界的爱心，助养贫童，接受辅助的囡仔，努力学中文，甲台湾牵起深厚的缘分。探秘南非第1单元，咱就先为会晓讲中文的非洲囡仔开始来看起。过两天就是18岁生日的情欣，乖乖妈爱食的面包，离顶摆回去厝已经半年多。奶奶，如果看到你，会不会很惊讶？说，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会，他会。他不知道你要先回来吗？他不知道，我们给他一个惊喜也很好啊。因兜伫咧史瓦蒂尼南部的偏乡住讨，旁边的山村敢有几户农家。Hello， 给你8点红。紧接去是阿姨，无看到乖乖的身影，情欣淡薄失望。你这个没有给阿姨，跟她说你我要给奶奶。要给奶奶。那就先放着吧。这边是厨房。那你平常会帮忙煮饭吗？对，会。里面放东西。有电吗？有。你这个房子什么结构？你土木头、石头而已。对，然后没有来提水的。这房间是我回来12月住的，我跟奶奶一起睡。这是我老家，对。你们住在这边很久了吗？不算是很久，从2011就在这里，算是很久。所以平常只有奶奶在这里。只有奶奶，有时候还有那个阿姨，还有表弟表妹。会漏水吗？有时候，如果雨很大，还有风，会漏水。但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盖的吗？是奶奶自己盖的。头家厝伫咧结婚10对寒冬，反而出真疗效。这个时阵熟悉身影出现他。耶，mon già ni non che。成为。也不能滚。Aksi ko ako lo. Ay, aksi ako. 呀បង他你这边 Jangan linya pela, ya sudah sudah linya tahu. 情欣复记以来，瓜妈是爸母过身后唯一的依靠。伊阿兄和瓜妈相依为命，直到伊和哥哥搬去国际领导组织 ACC。Ngiyajabula phela uma ubuya uvakashile njenganamhlanje. Njengoba manje ma-social media ngiyabhamba ngithi ngabe sekwenze njani. Angikhona ukubamba ifoni ubona ithi ngikukhatheka nini. Ngiphethwe uvalo nje. Lokhu kosebamlethile. Ngibuye ngithola nomkhonza lapha siyo umkhonza engimaziyo. Banani abantu base-Amichof. 那你在 ACC 的时候，奶奶很想念你怎么办？
他会到 A44。那我看到你们家这边有一栋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是怎么的？这新房子是哥哥在台湾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然后存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啊，其实还没有盖好，它已经只有一个雏形，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其实不管是建材啊，或者整个空间格局，都是比它原本他们家的这个泥土屋还要更舒适。整个空间也更完善。这是奶奶的房间，然后哥哥的，然后这是厨房，所以就会变成是你们一家3个人都可以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对，很期待哦。对，很期待。每个月里加12个秋冬，拢伫咧另外一间厝度过。每一年12月南半球夏季的圣诞节，才会回去厝含外妈团圆。他不要我们一直在这里辛苦，那我们去 ACC， 我们可能会过得还蛮幸福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离开家里当时的情况吗？他没进步，但是退步很多了。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表妈妈的兄弟姐妹回去南非工作，然后没回来，他们也没有再养奶奶，对，所以算是奶奶已经靠在我们身上了。难怪我奶奶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哥哥在台湾。那你以后也想要到台湾？对，我想要去台湾，但是问题是，当我们2个都已经去台湾，那奶奶这边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哥哥在盖这个房子，是为了要让奶奶之后过得比较好。所以每一次回来，你都会很特别珍惜跟奶奶一起的时间。对。你这个是开心的眼泪还是难过的眼泪？开心，我终于。哥哥学了一个能力，已经让的奶奶知道了我们多么爱他。没事。情形只是10月底年农村囡仔的缩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0月底年超110万人口，所有58%的人民生活伫咧国际产值标准以下。每一个人逐工平均收入仅1.9块美金，超新台币60。真侪非政府组织深耕10月底年，包括由台湾人创办、走向振兴成长的 ACC。歌声飘扬，教室内底囡仔唱中文歌，不过因拢唔是花钱的面部啊。冷风徐徐吹，寒露阵阵来。对台湾老师朗读中文甲音标准，学生除了学母语和英文以外，拢会学中文。传承非洲文化嘛，建立全球视野，内在监听麦当发挥。你自己学画画几年了？2年。是你自己学的，还是跟老师学的？我自己学的。为什么会想要画画呢？我也要赚钱。你觉得可以卖多少？50块。这张卖给谁？但是我要给我妈妈。为什么给妈妈？给她看。她喜欢这些水果吗？对，他不知道我会玩。中文以后一定是世界上一定会用得到的语言，对不对？尤其在非洲，其实你很难得会有机会学。好多那个毕业生回来说啊，真的中文让他找到一个好工作。甚至呢，他的薪水待遇会比别人还多。透过教育，让囡仔有能力由社工转来延伸，自细汉伫咧园区生活、读册，来自全球作用人的支持，让因98岁进前，拢会当安稳大汉。虽然讲这是有勇气，不过更加想继续学好。ACC 伫咧马拉维、10月底年、纳米比亚等非洲6个国家，替产值囡仔打造一个家。即摆7个园区拢总1561位囡仔接受助养。囡仔照顾幼囡仔，过去因关系刷建设家政班真派情感，因共同的大家长是园长妈妈。要乖乖的学习哦，知道吗？知道。上课愉快。我
们的毕业生已经出去了，可是他们常常跟我联络，他没有忘记这里，他没有忘记他曾经栽培他长大成人，可以读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家。他把这里当家了，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我们大家对孩子们的希望就是，他要记得，以后长大成人以后，学成归国以后，他们要把这一份大众曾经对他们的爱，把它传下去，这个就是最好的回馈。中小建筑采伫非洲的土地，以佛教为本创建的 ACC 升级典配圣歌悠扬。孩子他在他的原生家庭一定有他基本的宗教信仰，很有可能他是基督徒，也有可能他是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是回教徒。Anyway， 不管他什么徒，他来到这边就是尊重也遵照我们的一个规矩行事，潜移默化让他知道佛教其实对他生命来讲，他可能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哲学。其实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真的蛮欣赏佛教的那些教育信仰，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那个选择啊。曾经8岁时，妈妈破病过身，正做孤儿，外妈无在条车用鱼和小弟。曾经9岁来到 ACC， 即马18岁就要读大学去，第一志愿就是来到台湾留学。我跟台湾有缘，对，然后这么喜欢台湾，我就一直问自己，上一辈子是不是台湾人呢？我是想要当那个建筑师、建筑设计师，对，然后也很喜欢那个动漫啊。所以我就很期待去台湾，去学这些东西。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把握。澎湖的大地却拥有丰富梦想。曾经细汉时用2年面前学习，正做中文风和官方变作可能。喜欢讲了以后，你才能有天天讲中文的机会。像我们如果出去在外面去表演了。我们ACC的孩子都会用中文聊天，对，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会有那个眼光啊，别人都会期待，就羡慕我们啊，说哇这些孩子怎么会讲中文？曾经的间内清气有光，在咧10多年身上，不过伊的世界无限大。根据媒体报道，苏国的海洋山之差被全球第4环，输予圣多美、普林西比、尚比亚和纳米比亚。2021年，苏国全球失业率33%，青年失业率关闭58%。在咧 ACC 这道唱比较歌是现实的本态。在史瓦蒂尼的山区部落里面呢，其实会有很多居民，他们会来到这个社区的关怀据点，因为每个月一次，会有很多 NGO 来到这边去发放物资给这些居民。简单的厝是学校，嘛是日照中心，留宿一个人兼真济伙。 We cook, we teach the children and play with them. Maths, English, culture, and dancing, and in colors, shapes. The most problem is food, even to the families at home. 在社区的关怀据点呢，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来领取物资，他们今天拿到的是像是蜡笔、烧铅笔机，还有一些书本。I think medication is also. As we know that the children are from poor families, poor background, so it's hard for them to go to hospital. So they are giving them the challenge when they are working here. ACC 定期运送物资到社区的救济站，协助民众维持生活品质。资料显示，当地家庭93%也是使用传统便所，34%无电，60%无清气的水资源。伫路边，咱拄到当地的洗衫裤的妇女。Take this, okay, take soap. No, you hold it like this, like this. You do like this. Then
OK. Wash. Wash. OK. Wash. Like this. 这边其实旁边就是一个水井啊，然后他们都会直接在这边拿到一些干净的水，就直接在旁边开始洗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用手洗。那他们现在就在教我怎么样来洗衣服。Survive without water. Water is so precious. Yeah. We wash with water. We do laundry with water. We water the garden. 要有一个很清洁的生活用水，其实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你要打井，那打井有成有败嘛。那个成功了，当然就大家欢喜；失败了，就是钱就没了。挖了水井之后呢，我们没有自己独享，我们是跟当地的居民共享。我们一共加会了400多户的 homestay。We are very proud of the borehole here because we are getting more water from our homes through the borehole. So we are not desperate of water in the area. 解决民生需求是首要工作。世界银行2023年5月通过以超新台币44亿，帮助施瓦蒂尼推动经济转型。非政府组织和首长部落嘛维持密切的活动。路途坎坷，物资送到传统部落。用瓜网草类带传统马草厝和阿门土厝交人做伙，这是首长部落。施瓦蒂尼是非洲上尾一个君主制国家，不过传统部落政治和现代制度在行，首长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部落代表组织尽量好一箱一箱捐送衣仔和衫裤，许多人拢真欢喜来领物资。今唱出欢喜，赞赏澎湃，有歌声延绵陪伴，来自台湾和世界关怀团爱非洲，四条大体透出光线。